大家有冇聽過呢句說話呢？ BB 喊下咧，佢自己就識瞓噶啦，你唔使理佢噶，你自己都去瞓下啦。呢句說話咧，聽落就好似安慰緊你咁，但係其實佢係話俾你聽，你可以唔使理佢噶。但係作為一個媽媽，係咪真係能夠做到唔理會自己 BB 嘅喊聲呢？Cry it out 咧，的確係一種睡眠訓練嘅方法嚟嘅。佢雖然效果快啦，但係亦都係最傷害關係嘅方式。你會發現呢 BB 好似喊一喊就自己瞓咗，但係你並唔知道佢其實唔係真係學識瞓覺，而係學識咗冇人會嚟揾佢。而研究咧亦都證實咗，正確嘅睡眠訓練咧根本就唔需要俾 BB 喊到絕望嘅，你一定要翻去揾佢啦。研究人員咧用咗5年嘅追蹤研究發現，一個科學有連結嘅睡眠訓練方式，唔單止會令到 BB 瞓得更加好，仲可以強化親子關係。如果你想知道你屋企嘅 BB 咧適唔適合進行睡眠訓練，你可以 inbox 我進行一個免費嘅初步諮詢，我會評估一下 BB 適唔適合嘅。我嘅課程同埋1對1諮詢咧係會用科學嘅方法，用哈佛醫學院醫生所創立嘅方法去幫助 BB 學習自行入睡，14日之內可以瞓到連續睡眠10至12小時。有興趣咧就 inbox 我啦。